来继续正段消息，来看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总调鲍昆萁，昨并无来参加到总预算的调野协商。议长韩国瑜讲，鲍昆萁出国了，有特别请假。有人压料讲鲍昆萁是走去香港，结果鲍昆萁雄雄伫个面册铺伊健身的相片，讲伊重感冒，全身无力。 得休困调整，拢无讲到到底是伫个台湾，也或是伫个香港。民进党的立委批评讲，到底有啥物代志会比预算较重要？傅昆萁总召特别有请假，他不在国内，他出国。将立法院调野协商，所拨款国民党的总调鲍昆萁，立法院长韩国瑜讲伊请假出国。 也毋过毋拿脏，昨日鲍昆萁赶快无来参加那赢地开记者会，讲伊感冒。问讲拢无看人是走去倒。花莲一个总铺师伫面册顶管也了讲，鲍昆萁人走去香港。随后鲍昆萁伫面册顶管打出个相片，伊穿白色的衫，佮挂喙暗伫运动。写讲连续过6天天气湿冷，互人感觉真忝，讲家己感到规身躯无力，当厝休养调整。 佮讲透早走一寡行程，下晡喊来一寡免遐出力的运动。也毋过自头到尾，拢无讲人到底伫台湾，也是伫香港。我昨天也有跟总召通电话了哈，那他就是一直在咳嗽，就让他静养哈。那人都有生病的时候。那他是在台湾。我想总召既然已经说了哈，那就按照总召的说法来说吧。 台湾的政局陷入混乱的同时，既然去香港还来得更重要。你的效忠的对象是谁？你是效忠中华民国台湾，还是效忠对岸？在这个总预算案也无共识的情形下，韩国瑜也宣告总预算将会伫今仔日送出立法院，后一步就看行政院要安怎做。是讲鲍昆萁人到底伫倒，这嘛正做总预算协商的另外一个话题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